好，大家歡迎嚟到呢個環節，速錄嘅概念和應用技巧3。咁上次講到呢兩條公式應該係3條至啱，就係速錄等於距離除以時間。第二條公式係距離等於速錄乘以時間。咁第三條公式就係時間等於距離除以速錄。咁而家我哋做一條例題，係關於點樣揾時間嘅。好啦，呢條例題，小明的步行速度係3公里每1小時。如果佢要走一條9公里嘅路，需要多少時間呢？好啦，時間等於距離除以速錄，亦都等於9公里除翻3公里每1小時，亦都等於9公里除翻一個分數，而呢個分數裏邊嘅分子係3公里，呢個分數嘅分母係1小時。咁點解呢？好似我上兩集所講，因為呢個係每嘅意思，每亦都係話俾人哋聽係除咁解，所以3公里每1小時係等於3公里除以1小時咁解啦。所以呢度係等於9公里除以一個分數，呢個分數係3公里除翻1小時啦。亦都等於9公里乘翻一個分數，而呢個分數嘅分子係等於之前嘅分數嘅分母，而呢個分數嘅分母亦都等於之前嘅分數嘅分子。咁點解會咁樣呢？因為我將個除變咗乘，可以咁做咩？係可以嘅，但係有條件嘅，就係將除後邊嗰個分數分子同個分母位置對調，咁就可以將個除變咗乘啦。咁此時此刻，乘後邊嗰個分數，大家都見到啦。分子同分母係互相對調咗，係乘翻1小時除翻3公里啦。好啦，亦都等於9公里除翻1。點解我要除翻1呢？咁係有原因嘅，因為我想將9公里變做分子，咁分子裏邊嘅9公里就可以同 A 個分數裏邊嘅分母3公里互相約分啦。咁大家都知道乜嘢除1都係等於翻自己噶啦，所以呢個技巧我可以套用出嚟，將9公里呢個整數化作一個分數，就係9公里等於9公里除以1乘翻1小時除以3公里。咁呢度呢，就有得約分咯。呢度分數裏邊嘅分子9公里可以同第二個分數裏邊嘅分母3公里約分咯。點樣約啊？攞3去除佢哋咯。9公里除3等於幾多啊？係等於3公里。咁呢度嘅3公里除3係等於幾多啊？係等於1公里。咁單位就互相約埋。乜單位可以約嘅咩？係冇錯，只要一個係分子，一個係分母，咁單位就可以互相約嘅啦。
咁呢個分子裏面嘅公理就可以同呢個分母裏面嘅公理約咗，約咗即係咩啊？即係唔存在咯。咁3公理就變咗1， 9公理就變咗3。咁3除1乘1小時，咪等於3小時咯。好多謝大家收聽。